掠影唔但丰富人类的技术创作，也是所有技术形态当中应用层面上大的。这次台南市美术馆特定国际掠影交流视野，推出以亚洲和非洲为主题的掠影特展。我们的展名叫热流，因为我们都很热，就是台湾很热，非洲很热。然后第二就是流，就是我刚刚讲海洋连接以及流行文化及摄影技术的流传是世界性的，不只是台湾，因为我们很讶异在战后非洲的摄影这么的蓬勃，然后跟台湾的一些街拍是可以对话的。这次展览分为3区，为摕相机加上街头，描写社交工人民生活场景，到为理论的角度出发，绘出人口迁徙和交流复杂的面貌，最后以对话的方式，和台湾和非洲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互相呼应。呈现真侪家展的重要议题，这些都其实可以从摄影这个非常强烈的方式，让大家看到的是从以前到现在的一个境况，以及就是台和非之间怎么样产生关联，然后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，然后它还持续在发生，因为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。展览希望借此让观众看到掠影技术在非洲和台湾的发展脉络。和台湾的当代创作，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